Hello， 大家好。打工仔嘅生活有時真係悶到發毛，除非你身邊有啲好似我哋咁嘅同事。首先介紹辦公室嘅瞓覺大王 Bob。喺今日嘅會議上，佢竟然用個文件夾開住塊邊，瞓到不省人事。老細很熱淚，Bob 啊 Bob， 你做咩搞到自己好似個臨時帳篷咁啊 ？Bob 就話，我的測試跟新 project 嘅關門感度。叻仔 Bob 順利醒呢，然後就到我哋嘅老細。誇張先生，你哋做嘢嘅速度就慢過隻蝸牛爬行啊！呢句真係經典。同一時間喺八卦小角落 ，Karen 同 Jim 又嗨起嚟。你聽講 Bob 話測試跟關門感度未啊？係啊，一定係好重要嘅研究嚟嘅。最後壓軸出場嘅就係我哋工作狂 Tina。半夜3更，佢就喺度打字打到啪啪聲，好似隻飲咗咖啡嘅松鼠咁。喂 Tina， 你究竟有冇瞓覺啊？瞓覺係俾啲弱雞先做嘅嘢。辦公室生活真係一場冇劇本嘅棟篤笑。